这就是大海啊！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经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于是焉，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想来我就是那坐井观天的河伯。今日见这东极海，才知世间绝境竟是如此啊！你怎么出来了呀？车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海边风大，别把你这万斤之躯吹出个好歹来，还是回去歇着吧啊！要真连这点海风也受不得，那也别想去寻什么仙岛了。既然我跟着，自会保他无恙。雷少侠若真关心你的朋友，就少惹些事儿，免得再连累人家。当日强行出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华锦姑娘，以后莫要再说这些话了。你这人，不理你们了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此行要不要叶若依姑娘与我们一同。我不过是提到了她的名字，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若依姑娘先天心脉有恙，若我们真能找到那仙人，或许能根治也说不定。那她为什么不一起来啊？不知，或许是要和她爹一同回天启去吧。总觉得那丫头在计划着什么。她从小心思就让人猜不透，明明身子弱的风一吹就能倒，还那么爱逞强。哼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你和叶姑娘是青梅竹马？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只是认识，算不得什么青梅竹马。说好了啊，兄弟归兄弟，这方面我们公平竞争。谁要和你争那麻烦的要死的丫头？麻烦的丫头，又在说千洛的坏话了。大师兄，前面不远有一个渔村，天黑之前，我们要赶到那里。好嘞，出发。你们刚刚在聊千洛啊？是啊。原本千洛师姐倒是要和我们一起的，谁知道如剑仙突然出现，要送她回雪月城呢。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去东海寻找仙山确实危险，三师尊不放心也是正常的。按照千洛的脾气，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回去吧？如剑仙前辈可要小心喽。不会吧？那可是如剑仙，还能让千洛师姐从眼皮子底下溜了？哦，嘿嘿，小家伙，你好呀！哎哎，伤了人还想跑？抓不到你，我雷子倒着显！嘿嘿，
你是第一次来海边吧？是啊，姑娘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看你抓螃蟹的样子，就没赶过海。赶海？就是在海滩上捡些能食的贝啦、螺啦之类的。不过最好要等到退潮以后，那时候才多嘞。这样啊，受教了。还没请教姑娘尊姓？芳名？我叫珍珠，你呢？我叫雷无节。哦，对了，还要请教一下姑娘，哪里可以买到新鲜的海鲜呀？买海鲜当然要去鱼市了。前日出海的船都回来了，今天是大鱼市，我也正要去呢，你就同我一道吧。多谢姑娘了。珍珠姑娘，等等我。哎，来，这鱼哎，这鱼好有趣啊！别看小鱼看着可爱，但可不好惹。它名叫河豚，却生在海里。若你不懂它的烹饪之法，回去自己胡乱一做，一口下去就一命呜呼了。这小鱼有毒，那我可不要。你看这鱼，身上的斑点像是虎豹身上的一般，所以就叫老虎斑。肉可嫩了，得去了远海才能捕到。远海是要到三蛇岛那儿吗？珍珠，这是你家从内陆来的远房亲戚吧？是从说书的嘴里听闻的冬季海吧？我说的远海，也就是出海3、4日就能到的地方。你说的三蛇岛，可是北离海域最外的3座岛，船驶到那里怎么也得大半个月。况且我们这儿的小渔船哪行得过去？海里的浪一掀就给掀翻了，而且那是海界，官家也不让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有些麻烦啊。不过这些事，萧瑟的臭狐狸会搞定的。哎，这么大的乌龟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那是海龟。好，现在起，这里就叫观潮客栈。观潮客栈，还真是名副其实啊！我们又不是没钱住店，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呀？你懂什么？我萧瑟住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你看这观潮客栈，面朝大海，可观日落潮生。如果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就更显得风雅了。这才是旅途中人热衷的感觉。我看你就是抠门，还感觉？什么感觉啊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就是又冷又饿吗？小瑟，雷无节还没回来。唉，真搞不懂，我这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都回来好久了，他去买点吃的，怎么还不见人影啊？饿呀！那小子不会是第一次见到海，玩得忘乎所以了吧？该不会遭遇了敌人？不会，这一路我们行踪隐藏得很好，并没有人跟踪。我想，他应该是掉到海里淹死了。但愿如此。嘿，大师兄，你现在怎么也跟着这臭狐狸背后说我坏话了呀？我这又是买螃蟹又给你们煮的，我容易吗？让你出去买些吃的，又没让你买些生螃蟹回来煮，
这是哪里买来的？那可说来话长。去了大名鼎鼎的海边鱼市，那里有这么大的海龟，还有那么长的一条青斑鱼。这么大的海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。对啊。好，你逛得忘了时辰，我先不提了。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最后带回来的除了螃蟹，还是螃蟹？因为便宜啊！这么大一盆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个铜板。雷师弟这考虑的也没错，我们出远海还需要借船，还不知要花多少银子，节省一些总是好的。哼，我会没钱坐船？信不信我买一艘给你们？哼，说的倒是威武霸气。哼哼，在路上的感觉。嘿，既然萧公子看不上我这螃蟹，那谁说不吃？找打！哎，嘿嘿，来啊！嘿，来啊来啊！嘿，哎，小子，不许用你的棍子啊！臭狐狸，你来真的！白煮螃蟹，观潮客栈，我是造了什么孽，要和你们一路啊？哼！看看喽，来，嘿，我就说这海边鱼市新奇的玩意儿特别多，怎么样？没骗你们吧？哎，明看这边，这个叫虎斑鱼，肉可嫩了。北欧姐，哎，珍珠姑娘，今日你怎么也在这鱼市卖起鱼来了？眼光不错。帮我哥哥卖鱼呢。诚如君言。今天我特地留了一条最好的青斑给你，不收你钱。那可真是谢谢珍珠姑娘了。今天终于不用吃螃蟹了？还不如吃螃蟹呢。我赌10两银子，雷无杰不会做鱼。雷欧姐，啊，这些都是你朋友？这位小大夫叫华锦，这位是唐莲，是我师兄，这位叫萧瑟，是我债主啊，你们好，我叫珍珠。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祖上都是世交。哎，对了，珍珠姑娘，这艘船上面下来过人吗？下来过的，说是青州来的大商船，这几日在这里招募渔民，说一个人给20两金子，而且先给金子再上船，大家听了都疯了。所以你们看，鱼市上的青壮男子都去招募那边了。20两金子，这差事怕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他们说是去深海寻药材，危险的紧，而且招募条件也高，只有2、3个人通过了招募。据说附近几个大港边的渔民听说了这个消息，都往这边赶呢。是看浮水打鱼的本事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？好啊，这等有趣之事，我们当然要凑个热闹的。得嘞，小翠，你帮我看会儿摊子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好嘞。走吧。哎，珍珠，你慢点。去的晚了，热闹就看不成了。哎呦，你看啊！看来这手不好惹。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蛇是金线蛇，剧毒无比。它的毒液若是提取出来，能解天下蛇毒。所以呢，它的毒液在北离十分金贵，1小杯的毒液就能卖近100两白银。据我所知，
这种蛇十分罕见，唯一大量出没的地方就是三蛇岛。哎呦，快看那蛇！这人似乎能操控这金线蛇。湘南的养蛇人又叫蛇手，他们的斗篷上撒有驱蛇的药粉。雄黄、凤凰草、细心、川乌、半枝莲。为什么还加了这么多生姜粉？估计就是防着你这种人破解他们的秘方吧。这条金线蛇估计被喂养过特殊的药材，它的毒性褪去了很多，不然这毒没那么好解。考核未通过，赏铜钱30，离场。还有人要试的吗？看来这蛇不好惹，你们去吧，我可不敢。嘿，我来。好，你们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担心那条蛇吗？小金金，来陪本少侠玩一玩。拿捕蛇棍，来呀，咬我！嘿，来得好！哼，再来！小金金，我在这里。还你！这一条不过瘾，再多来几条。兄弟，借你腰带用用。啊！小兄弟，那罐子是漏的。啊！别杀那些金线蛇！好，别过去！啊！花姐，你还能控制这些蛇？这没什么，他们的蛇药还是我师傅当年配的呢。
各位，今日招募到此为止，大家散了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刘姐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放心吧，再来个10条8条的小蛇，我也能轻松搞定。再来10条8条小蛇，雷少侠怕是得拆了这码头啊！喂，臭狐狸，就会说风凉话，你行你上啊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少侠身怀绝技，刚才多有冒犯。我通过了吗？自然。我们当家的想亲自见一见几位少侠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？走吧。几位请。姑娘，留好那条青斑鱼，等着我们回来。好，你们办完事来鱼市找我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些毒物啊？那金线蛇培养不易，杀了可惜。毒物有什么好培养的？害人害己。可害人亦可救人，就看掌握在谁手中了。我看这几位蛇手并非恶人，就保下了这几条蛇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大师兄，这青州穆家真如你们所说的这般有钱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刘杰，嘴巴张小一点，别丢了颜面。果然很有钱。各位在这里稍后，我去通报一声。架子还真大。船上有高手。穆家是青州首富，此次来的人既然能坐着这艘价值连城的雪松长船，自然在家中的地位不低，身边有高手护卫也是应当。啊，说的我都好奇是哪位大人物了。怎么又是我？有才，快回来！他们并无恶意。十分抱歉，惊扰到了各位。小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叫有才，是我的好兄弟。兄弟，你们应该不是亲生兄弟吧？10岁那年，我偷偷跟自家船队出海，哪知一场风暴将我们带到了一片未知的大陆上。幸得有才相救，我才死里逃生。此后，我们便结为兄弟，不离不弃。有才，穆家。3位少侠，还有这位姑娘，我叫穆春风，青州穆家第3子，幸会。我叫华锦。在下萧无心。在下雷震宇。在下唐13少。4位，就算是想骗穆某，这编名字上能不能用点心思？啊？
我们闯荡江湖本来就光明磊落，这位穆公子为人坦荡，我又何必遮遮掩掩呢？我本来就是假名，干嘛再编个假名？我看你们怎么说，我随大流。在下刘杰，在下萧瑟，在下唐天瑞。我又不像你们，作为雪月城大弟子，江湖上哪个没听过我的名字？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名字，几位里面请。不必了，我们就在这甲板上谈吧，吹吹海风，挺好。那木木就带着几位逛逛这雪松长船。不知诸位是为何来这海边小城了？我们4人同在一个师门，我是师兄，此番奉师命带他们游历，只为到那世界尽头看穷山之巅，睹无垠沧海。兄台此话有诗家之气啊！我这雪松长船正要去那北离海域的尽头三蛇岛，4位大可与我同行。不是要为穆兄抓些蛇来赚船费吗？兄台此言差矣，若是4位肯帮我这个忙，自然就帮；若是不肯，也不过就是多带4个人，4位上船便是。这么一说，就显得我们小气了。穆兄，你倒是说来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最近我大哥生了一种病，久寻良医，无法得治。我从一本古籍上看了医治之法，上面有3味药引，分别是3条蛇的蛇胆、金线、银衣以及铁琉璃。不知穆家兄长害的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？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低露恩。好诗，好诗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要配壮阳药。他病得很严重吗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其实我也没听懂。感情就我懂，你们这样让我很尴尬。其实我只是博学。这个穆春风答应得如此爽快，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会，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我见多了，自以为风度翩翩，气度不凡，听了些想看海之绝境之类的话，就仿佛遇见知己一般掏心掏肺。他并没有什么城府，挺好骗的。小泽，你当日是不是也是这样想我的？那次是我眼拙，看错了。亏我还惦记着让珍珠给你留鱼吃。你们肯定饿坏了吧？让你们久等了。家里也不是很富裕，委屈你们了。不委屈，我们生在内陆，难得吃到这么新鲜的海鲜。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我家有酒，你们等一下。找到了。哇，尝尝看。哇，好酒！酒是好酒，却喝不得。这酒的确喝不得。有酒喝不得，简直是人生一大折磨。今天这酒啊，就算是大师兄下了毒，我也要喝。这酒啊是女儿红，北离有习俗，女儿金钗之年就要在院中埋下一坛女儿红，等女儿出嫁时再取出来喝。你现在要喝，是要娶人家吗？
啊，没事的，一个形式罢了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嫁了人，爹爹一个人得多孤单啊！正好今天喝了这酒，绝了他的念想。那我们明日去集市上再买一壶女儿红，偷偷埋进去吧。好主意。也罢，相逢意气为君饮，今夜我们便好好喝一杯。来，好酒！此次出海能如此顺利，多亏了珍珠姑娘。这第2碗酒，我们敬珍珠姑娘。多谢珍珠姑娘。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啦。嗯？你们怎么了？肯定是爹爹来送吃的了。等等，那可不是你爹。是暗河的人？不是，这个人的气息有种说不出的熟悉。交给我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姑娘，以后不要轻易招呼别人回家吃饭。你从小在这渔城，不知道外面的人其实很坏的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们是好人。但这敲门的，止！我听过你的剑，虽是名剑，但未被列入剑谱。因为剑下亡魂过多，戾气过重，只得以符箓制之。此剑名渊眼，是开国皇帝上阵时曾佩戴的随身之剑。你是谁？怎会拥有这柄剑？我也认得你的剑，天下名剑之四，心。你是李新月的儿子？如何？你的剑法比起青龙使实在是差太多了。平地一声雷！你不过是自在地境，我能对付你。自在有枷锁，逍遥任我行。当年姬若风分着武学4境，只是指武力的高低，那是世人的愚昧。我的身份是枷锁，我的剑亦是枷锁。我此生都不会入那逍遥境，但我能以自在杀逍遥，这是我的境界。
自在杀逍遥。你是长剑剑锦威公公。若不是长剑剑，天下谁又有资格佩戴先皇所用的渊焰？可锦威大剑怎会用的月影剑？不是月影剑，这门剑法叫影月。影月，雷无节，那些都不是虚影。明白。月息花尘。锦威公公手中的剑是压制自己的枷锁，他是5大剑中力气最强的。那剑上的符箓压制的是剑气，亦是他的杀性。若上面符箓全部散去，今日我们就离不开这里。六皇子言重了。老臣奉皇上之命，特来接你回去。为表诚意，老臣还多次敲了门。你个老太子，这边就快滚下午转让仆。是我那朋友鲁莽，大剑莫和他见怪。大剑来接我，我哪有敬酒不吃的道理？六皇子，请吧。唉，既然是接，总该给我些时间准备吧。好，那就3日为期。谢六皇子赐酒。萧瑟，你怎么想出这骗人法子？那个老公公肯定气死了吧？别胡说，我萧瑟可从不骗人。确实啊，这约定也是那锦威公公单方面立下的。珍珠姑娘，后会有期。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人。再等等，他们一定还在路上。2、3、4。
我的霹雳子怎么少了几颗呀？我在码头必经要道等了你们大半日，你们是怎么进到船里的？啊，我们昨天夜里就来了。这是为何？自然是因为萧瑟被人萧兄他临时起意，想要给你个惊喜。啊，哦，对，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天色不早了，你这里还有哪些房间啊？上房还有2间，中间的却没了，勉强挤挤，恐怕也就能加一张吊床。啊，下房最多，就是怕有损了各位的身份。那萧瑟和华锦住上房，我和大师兄住下房。我可没说要住下房啊，中等房还能加吊床呢。大师兄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那，那，罢了，下房就下房，我倒要看看这下房是个什么样子。哎，雷兄且慢，此时天色尚早，不如我们先畅饮一番，也让我沐春风对此番招待不周表达歉意。有酒，你早说呀！若是好酒，别说下房，就是餐风露宿我也住的。不知道萧瑟他们怎么样了？哦，你说叶若依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你也认为他在想我？其实他人挺好的，明明自己身子那么弱，却一心为萧瑟着想。萧瑟这家伙。还偏偏不领他的情，就连出海都不带他。不对呀，他全力辅佐萧瑟，又和萧瑟青梅竹马，两人这样般配，那我岂不是没戏了呀？哎呦，小点声，还让我们人睡觉了。你个笨驴，瞎说什么？有戏，我们有戏。不管怎么看，萧瑟都更喜欢司空千洛呀。千洛师姐，你可千万要争口气呀！若依，无极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对你无需多说，用行动来证明。雷无极，想不到你这么爱我，这让小僧情何以堪呢？无心，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见面。萧兄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只是你不是去了天外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只能说我们有缘，缘分到了，小僧自然就回来了。嗨，回来就好，我们喝酒。秋露白，想不到你们这趟出游，待遇竟这样好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直接跟着你们的船了。这茫茫大海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是乘天女蕊的船来的。叶若依也在船上，还有司空千洛。莫非是他们来了？叶姑娘，
吴仙，坐着这么小的船赶过来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我们的船虽不及这雪松长船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破败。哎，奇怪，船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难道是传闻中的幽灵船？早年很多人跟风下海，结果宝藏没寻来，倒把命丢到了这海里。他们所乘的货船，就那么孤零零的在海上飘着，成了这大海中的鬼魅。哇，听起来挺刺激的。我先上去看看。啊，松雨。萧瑟，这一次暗河留了10成功力，就为杀你而来。哎，我的面子还真大呀！哼，想动我萧瑟师弟，得先问我们2位雪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师弟。又是这个行货，苏沐雨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自己倒送上门了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的目标不是你们。别在这假慈悲！当日你怎么不想着放了道剑仙，放了我姐姐？道不同，无需多言。我们2个扛他一个，怎么他的内力还没用完啊？他用的不是御剑术，而是傀儡杀人术，谈不上以气御剑，或者以血为剑，而是纯靠手指操纵执行。仅凭傀儡操纵术达到这种境地，可想他的手指要有多少训练，脑中要有多少计算。既然耗不过，那就孤注一掷。大师兄，他杀心太重，定会露出破绽。落雨阵。抓到你了。积水成渊。雷无忌，没事吧？
还好。强行入逍遥天境了，被反噬了吧？打得过你就行。不自量力，魂没百鬼窟，细雨杀人也。好强的杀意，小心！孙木雨，住手！再见了。雷师弟，我还能……你强入天境，反噬太大了，看来还是不行啊。萧瑟，愣着干嘛？跑啊！跑？拖着这雪松长船跑吗？你等着，我马上下来救你。闹够了吧？这场戏也该结束了。哎，我看那金线蛇全都放入船舱了，为何这般着急杀这银衣蛇呀？哦，少侠有所不知，这银衣蛇浑身都是宝，尤以蛇皮、蛇胆最为珍贵。哎呀，说也奇怪，这银衣蛇被抓住之后，很快就会死掉，死后蛇皮干皱泛黄，就失去价值了。所以抓住就要将其蛇皮剥下，再好生保存最为要紧。哎，少侠请看。这银衣蛇果真神奇啊，是吧，萧瑟？萧瑟。小心！这射箭之人，好强的手劲儿！是枭首，千里海域唯枭首为尊，杀官兵，黑吃黑，无恶不作，是为千里海域之王。怎么，怕了？我沐春风怕的人还真没几个。出阵！这枭首是在向我们宣战。这是海盗礼仪，三箭示威，若投降就降旗，然后升起白旗，不然半个时辰之后，他们就会劫船。海盗，原来大海之中真的有海盗！我去会会他们。去吧，揍他们！好嘞！居然有人主动来挑衅我们！杀了他！
原来海盗真的是独眼的呀！啊！哎，海盗果然脾气不好。报上名来！江南霹雳堂，剑心种，雪月城弟子雷无极。什么来头？不知道，就是听着挺唬人的。不要紧，反正我每次报名号也没有人知道。咱们继续。你来我们船上有何贵干？主要是来看一下海盗长什么样子。哦，顺便劝你们一下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哼，既然是来挑事儿的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哼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什么？嘿嘿，跳！呀！海盗这么弱吗？你不是海盗头吧？小兄弟胆气倒是不错。怎么？听说你想见海盗？你是海盗？怎么？不像吗？不像。海盗也要有海盗的风骨。古人有云：“折扇清风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”那粗俗野蛮的海盗，我不屑做。我就要做一身素衣，双手不染血，却让千里海域漫海是血。你说了那么多，不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吗？你衣着华丽，却说自己一身素衣，岂非睁眼说瞎话？该打！既是强盗，就是下品，更该打！好枪！小子，我问你，你手中的剑从何而来？剑是我外公给的。那你和李新月又是什么关系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。